微微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真感谢主，互咱会当搁一摆组织伫遮来做伙礼拜。伫礼拜进前，咱来练习今仔日两首圣诗，愿上帝诗歌会当感动咱，恳求圣神甲咱支持。第一首圣诗是圣诗第24首，我心阿乐至关上帝。这首诗歌，今日两首诗歌大家拢真熟迄旋律拢真熟。这首诗歌的伊的作词者是英国人 Henry Light。伊伫19世纪的时，迄个时阵做诗歌的作者，因面对真大的压力，就是因的歌词得要用金文来写。总是的，这位 Henry。伊无愿意安尼做，伊坚持要用伊家己的文字来互读者或是互唱歌的，会当用一个新的态度、新的角度来看待诗篇。伊用伊真丰富的想象力，会当方式来讲出上帝的疼，以及咱对伊的瓦靠。就亲像歌词内底所写的，伊的瓦靠、甲赎回、甲医治、赦免满满，咱。就爱永远阿乐上帝，就是伫诗篇103篇安尼写。我的心神啊，恁着阿乐耶和华；囡仔伫我内面的，也着阿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阿乐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伫伊一切的恩惠，总是伊会赦免咱拢总的罪，医好咱拢总的病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快受气，佮有丰盛的慈爱。请咱大家。来因这首诗歌，咱会为对心发出迄种阿乐的声，咱的阿乐，咱的至关上帝。插曲。我心阿乐至关上帝，万民。拜依靠的，收回一定下面默默，难得阿乐来滚往，阿乐健红，阿乐健红，阿乐延万瓦滚弄，阿乐瓦主稳定。困苦难，阿乐瓦主永远无变，苏荷林瑞大稳定。阿乐瓦主，阿乐瓦主，永更无变大富。主必黎明天来在难乱流开修为，因你温流相求破烂，救难破主天空难。阿乐称赞，阿乐称赞，阿乐主听高永远。咱那黑天。无心，大风吹来就扫清。虽然因为耶稣变成上帝永远袂改变。阿乐瓦主，阿乐瓦主，阿乐瓦主大领主。好，最后几站。比赛森林当心。
虽然咱人类的历史变迁，但是上帝永远伊拢袂改变。咱就做伙来学了称赞著名到永远。接来，咱练习第二首诗歌，是伫圣诗第146首。救主出声叫我。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伊是死稳定的主，也是体大软弱的人的主。伊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，伊安尼写讲：所以我的囝，你踮伫基督耶稣的恩，就勇行。咱大家伫咧亲像歌词安尼讲，咱着好打进前，直到救主的面前，来挖靠主的恩典。咱的罪过会当得到赦免，咱的软弱会当得到快乐。咱的大福气甲欢喜，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字。但是上帝咧呼叫咱对咱讲话时，咱敢有听见吗？上帝其实时常透过咱的心思意念来对咱讲话，所以伫遮咱也嘛爱保守咱的心，会当随时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伫罗马书第12章第2节，保罗嘛咧劝勉咱。无得甲即世间相款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当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若是安尼，咱就是满有福气的上帝的囝哩。希望咱当救主出声叫唤的时，咱嘛会当回应伊，咱嘛来详细听伊。咱做伙来因这首诗歌第146首，救主出声叫我。叫我乱了的人分我，大家好打真情，地到救主面前，我可做稳定，罪过的赦免，我多好听到我。你风波，那我可主耶稣，以你名归我拢，我可主稳定，罪过的赦免，我多好听到我你那心所悔，所惊所罪犯罪，只可救主宝贝，为谁请咱的罪？我可主稳定，罪过的赦免。我多好听到我的心可救主名里，对心甲我的心，成都当像相思，欢喜做啥来互，我能主大功劳。我可主稳定，罪过的赦免，我多好听到我的心可救主名里。嘛，咱新的一当来当我靠主的稳定，咱的大福气甲欢喜，拢是对主来，咱着备办心来做伙今仔日的礼拜。
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主日、奉献主日。奉献地啊，伫咱座位的头前，请专心奉献，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坐伫天顶的主啊，我举目望你，看做罗卜的下目睭，怎样望主人的手；做女婢的下目睭，怎样望主母的手。阮的目睭也照安尼望主上帝，就是阮的上帝，直直到伊任命阮。三角的吟诗，阿罗上帝圣诗14首，圣诗24首，请起立。会
即时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着彼拉多任来受苦，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三地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国共同的教会，正道相通，地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启文2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要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，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赐美牛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，也是赐阮活命甲信心的阿爸爸。阮感谢你奇妙的所在，你互星辰照时运转，互阮会通看见太阳、月亮以及天顶闪烁的星。阮也感受到有风、有雨、有光、有暗。搁较要紧的是，阮不时感受到厝内人也是朋友、教会集体带来的温暖，以及透过阮对你的信，对上帝来的疼痛甲扶持，阮深深感谢你，阿罗你。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主日，阮要纪念早前对英国、加拿大来到台湾宣道的宣教师，对因所对你领受的使命，互阮通听见福音，煞来接受，来成做你的囝儿。阮嘛得思考，要怎样将这个福音讲传，互较侪人会当听到，会当感动来信靠你。主啊，恳求你施恩怜悯，阮这宝岛台湾，拯救阮所听的百姓。阮的教会伫这个地区也已经进入150年。过去信仰的前辈怎样牺牲奉献来建立这个上帝美好的家？但阮这代的信徒也承接了过去信仰前辈的传承。阮要继续向前来跑走，恳求全能的上帝，将150年来你所赏赐的恩典，同一样降临伫阮逐人的身上，互阮有信心、有勇气，用行动来见证你的名，互信仰伫阮这代会当完美来承接，搁继续传承落去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所面对的是一个混乱、搁充满惊吓的时代。世界充满着国甲国之间的矛盾，民族甲民族之间的怨恨。阮虽然生活伫美丽的宝岛，总是阮隔壁的厝边亲像恶霸，不管时地威胁阮、欺负阮，甚至要吞食阮。总是因为阮对你的信，
阮就无惊吓，勇敢来面对，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上帝，一切的大权能拢伫你的手中。求你，互阮常常连结伫你，因为信靠你，互阮每一日充满内心的平安甲坚信。亲像诗人所讲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要引带我，你的正手要牵我。我要恳求你，现在差遣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礼拜中间，透过牧师所传达圣经的话，互阮通反省，也得到激励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当写祈祷吟讲。
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9章27到29节，以大利汉语本圣经的新约24页。第19节，彼得迄时应伊讲：“阮要放杀一切来缀你，阮要得到什么啊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才会缀我到国兴起的时，人子坐于阴间的座位，因也要坐12个座位。”来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既若为着我的名放杀厝体，还是兄弟、姊妹、老爸、老母、囝儿，还是产业，要得到百倍，来承接因我。请司徒达达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放杀什么？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非常欢喜，代表总会传道委员会来到咱的中间来请安来报告，是为着一项不加重要的一个宣告的事工，是国内外的宣告事工，伫遮来请安来报告。主要是要甲咱的教会说道谢。久长以来，无论是国内的宣告事工，以及咱的国外的宣告事工，拢会当得到咱总会属下的教会嘛好，机构嘛好，拢有真好的参与。互即个事工会当发展到大，咱会当甲上帝伫上帝面头前。来献上感恩，所以即时我要代表总会议长、总干事以及传道委员会主委，是像那教会牧师、黄世哲牧师，以及所有的委员会委员伫遮甲大家说道谢。咱的教会久长以来对总会事工，无论是传道、教育，甚至是原选的事工，拢有真好的参与。伫遮代表总会，伫遮甲大家说道谢。即是我要用淡薄仔时间来遮报告今年传道的事工。咱的确爱关心咱教会的教育机构。我讲的是，就是咱的中学、大学，拢得到经营顶面的困境。即款的困境，咱拢知影，因为即马是少子化的时代。比做是足侪学校要去竞争无侪学生要叫伊来读册时，是一个简单的代志。所以总会为着爱办站咱的教育机构，嘛有即款的议决，所以爱继续。互咱的教育机构，继续伫上帝面头前继续来服侍，袂当甲其他的私校共款，无法度经营落去，互甲伊放杀。所以总会决议爱为着咱的教育机构，才来付出。所以，所有的委员会事工的经费，拢有收到
足大的迄个限制。当然，传道事工嘛会小可得到影响，所以期待咱的教会继续为着咱的传道事工继续来参与、来关心、来祈祷。伫咱的同学弟仔内底，应该拢知影，今年传道委员会国内的事工，因的确需要1139万的经费，国外是要爱1011万的经费，所以拢总是2150万，是今年的需要，请大家来关心、来祈祷、来参与。即时来报告，即马咱国内的传道事工大部拢是伫真言讲的读经的运动顶面，无论是手册的出版，甚至是迄个写作的迄个训练，过来就是有关师资的培训，拢有伫今年的确爱去执行的一个重要的事工。当然，阁有一寡经费是要放伫研究发展的顶面，要研究啥物？研究咱即马咱伫教会内底，足侪人，足侪人伫疫情了后，足侪会友，他意爱伫线顶做礼拜，伫线顶做礼拜，亲像对实体的礼拜，感受到有负担的款，所以即款要安怎样去研究，要安怎样去甲教会做伙来思考，这嘛是今年传道委员会一直足关心的。所以嘛，请所有的会友做伙来祈祷，互咱伫 AI 的时代，安怎样宣教较好势？安怎样宣教伫信仰的培育顶面会当搁较好，甚至对会友中间的关怀有搁较到位。搁较矫正，这是不只重要的一个事工去研究，互咱的教会会当有即款的方向去思考。过来就是咱的国外的传道事工，主要是咱伫国外的14个宣教师，咱有14个宣教师，有的伫英国。有的伫日本，阁有的伫迄个泰国，阁有伫缅甸对，阁伫马来西亚，阁伫纽西兰，阁有不时嘛派咱的迄个神学院的教授老师走去国外。北美啊，也是南美的所在，去关心咱台湾人的教会，这拢是传道委员会对国外的事工顶面，不只重视的所在，足跨动的所在，所以嘛，请大家为着这来祈祷，嘛有咱退休的牧师。走去马来西亚遐的长老教会，伫遐办站，这嘛是需要因的费力，嘛需要因健康的身体，所以这拢是传道委员会伫国外的宣教顶面一直推动的一个事。
工。愿主的事工伫咱的长老教会顶面，即款的宣告，嘛会当互伊真好的发展，嘛真好的执行。这是简单伫遮来报告，继续来遮做传道事工的帮拖，做伙来拍拼，为着上帝的圣工。今仔日经文，咱拢知影，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安尼啦。一个少年的财主，伫耶稣基督要入去耶路撒冷的时，耶稣基督伫路陵顶面一直伫教示伊的学生，甲军队伊的人。即时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，安尼讲：先生，我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就安尼应该讲：你有守摩西律法无？迄个少年的财主足有信心，对耶稣安尼讲：这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遵守啊。还有啥物无照全、无够野的无？伊是安尼讲哦。还有啥物无够野的所在无？安尼，耶稣就甲伊讲：你若爱完全。你就爱出卖你的财产，去帮助送乡的人。过来就是爱来缀我。咱拢知影，这少年的财主是安怎决定的？伊伫耶稣基督甲耶稣的学生甲众人面头前，开始作一梦、绝望、个忧闷。对耶稣的面头前，所以才有彼得对耶稣安尼讲：主啊，我放下一切来对你，我要得到啥物啊？我已经放下一切来对你，我要得到啥物？咱若安尼受伊这段圣经，咱的感受是安尼，安怎？亲像咱的囡仔共款，爸爸，我有扫涂骹，我有款好我的房间的物件，即马我要你要互我什物款的礼物？有即款的情形甲感受无？因为彼得亲目睭看到迄个少年的财主，就是安尼足绝望、失望、忧闷，可能面足臭的款，离开耶稣基督的面。伊感觉伊比伊搁较好。伊已经放下一切来对耶稣，对耶稣基督，无甲伊讲啥物，敢若耶稣基督对伊安尼讲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伫咱头拄仔圣经是安尼写的，我搁念一遍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才会对我搁兴起的时，人主坐以阳光的座位，恁也袂坐12个座位，为着我的名，来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
就是遐这耶稣基督，佮继续安尼，甲彼得、甲伊的学生、甲跟对伊的人，安尼讲。既然为着我的命放下主体，也是兄弟姊妹、老爸老母、囝儿，也是长远，要得着半杯来承接永远我活命。这句话对伊的学生来讲，对咱来讲，有啥物款的感受？耶稣知影。彼得的问题是啥物？伊是用一个甲别人比较的即款的心态，亲像较早我的两个囝共款，细汉的常常甲我要求啥物的事，伊就甲伊的哥哥比较。伊讲哥哥无安尼做，我安尼做，我搁较好，所以你要互我啥物款的物件？真像是即款的心态，是啥物款的心态？功利主义的心态。咱的服侍敢是安尼？咱的服侍敢是我付出较济，我就会当得到较济即款的？若是咱的服侍是安尼，耶稣基督伫遮甲咱讲，咱的服侍绝对毋是功利主义甲自私的想，因为咱拢伫耶稣基督稳定顶面，诚做伊的同工，所以伊才安尼，以严格的座位来到的时，咱跟得伊的人，得甲爱甲伊坐伫早日的座位内底来审判早日的。以色列的支派，这是啥物意思？这是甲咱讲，咱爱甲耶稣基督同工做伙来牧养万邦万国的人。伫圣经内底的以早日的支派，就是指所有的万邦万族的意思。咱伫遮。有真欢喜的，当甲耶稣基督，咱的救主，做伙来牧养，咱教会会友嘛好，也是咱踮伫遮的社区嘛好，也是咱即块土地，咱台湾的国家啦嘛好，以及咱会爱，互咱的贴心，也会当去国外做伙来。付出咱教会事工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爱咱去起做的，所以传道事工毋是干那伫国内尔，国外嘛爱咱继续来关心，无论是伫人的生活顶面，人的人权顶面。也是所有气候的环境的保护顶面，拢爱得合，爱伫咱的甲耶稣基督共款去牧养。最末伫遮的字眼是讲到审判，搁伫济的神学家所解释，拢是这是。甲耶稣基督做伙来牧养，伫咱的信仰的顶面，这毋是亲像伫法院内底迄个名词，这是伫信仰内底名词的时，佫较好是去牧养、去牧养。而且这咱有即款的福气，当甲咱的耶稣基督，无论伫国内，无论伫咱的教会、咱的社区。嘛会当伫所有的国家、全世界即款的上帝圣经内底，诚侪利益，诚侪功夫。所以伫遮，咱要放下啥物？咱得靠爱放下
咱的自私、咱的功利主义，甚至是咱对公义也是贴身的冷淡，其实冷漠、无小无忍，即款的态度，的确对圣工是足大的伤害。恁有感觉无？无小无忍，即款吼对圣工是足大的伤害。莫怪有圣经安尼讲，啉温水吼会落屎。所以咱会当安尼去办煞即款的，咱爱对咱的圣工爱有即款的足积极即款的心态来对待。安尼上帝的确爱护即款的活命，咱什么款的活命，就是永远的活。过来，咱若安尼受耶稣基督伫遮所讲的上尾29节所讲的，耶稣基督是爱咱遮侪不孝的子孙，也是无负责任的迄个人，爱办煞啥物？爸母、老爸老母、兄弟、厝体，搁长远，才会当得到半杯。所以我一直对神学伊的时，一直嘛毋敢吼对即句经文去做解释。我毋知要安怎解释。咱会当，咱的信仰会当无有效无？咱的信仰爱咱做一个无负责任的即款的会友无？当然袂使啊，对无？所以我一直去看所有吼，无论是原文啊，无论是虾米款的神学的著作，我一直去看，因是安怎解释这段圣经。到尾，我家己安尼想，嘛对足侪神学家的解释，我有一个结论。这结论是啥物？耶稣基督伫遮要求的是爱，伫遮毋是爱办煞，伫遮是爱超越咱的世俗的标准，超越咱世俗的伦理。你毋是干那爱友好家己的爸母，你毋是干那爱好好照顾家己的产业，你嘛爱安怎样去友好去照顾别人的爸母甲囝儿，安怎样好好互你的产业去食做别人的饭站。这是这段圣经会当互我会当得到永远我得到半杯这款的效果，所以我一直互这款的信仰肯伫我的心内。所以我伫无论是伫教会牧会，还是伫总会牧师，我一直安尼想。我毋是干那照顾我的囡仔，去拆熟我厝的人，我嘛爱对需要送乡的人，爱有即款的关心、甲贴心，互即款的生命会当得到搁较大的价值。咱若是安尼做，我相信上帝会当互咱永远的活。所以伫遮，咱爱超越什么款的伦理，超越教育的背景，
莫超越年岁的限制，我爱超越什么？族群即款的，即款的分离，即款的分别，嘛爱超越什么？语言的，即款的无共。无论是虾米款的人，拢会当得到亲像咱的厝的人共款，受到咱的保护，受到咱的照顾，受到咱的贴心甲关怀。为遐这，咱的确爱办实功利主义、自私甲冷淡，过来就是迄个世俗的伦理的标准，互咱的意识会当得到上帝欢喜。要办实这要安怎？要安怎做？要安怎去做即款的真好的上帝意爱即款的使命？就是爱咱去做一个拆的团体。咱的教会，我相信，因为上帝疼，才会当踮伫遮来变做是一个价值，变做是一个愿望。伫咱这饶河街顶面，当得到更较好的价值，嘛爱甲上帝，咱的耶稣基督救主共款，来起造一个稳定的国度。什么叫稳定的国度？咱拢知影，是无分什么款的人，只要伊有需要，咱的气力的确爱到伫遐。咱的关心，到遐会当到位伫需要的所在，所以咱的总会常常甲社会，甲社会要亲密。社会有啥物款的震动，社会有啥物款的风声，咱总会的确。对较早圣约先辈共款，一定即款的作为，即款的时间的发展，这就是要安怎样互稳定的国度起造伫咱的中间，无论是伫咱的家庭、咱的社会、咱的教会、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拢会当。得到即款，因为这是咱的主体，是咱的老爸，是咱的兄弟姊妹，是咱的苍。上帝互咱来管理，互咱来起造，互咱会当有即款的心智，会当起造遐个团体。稳定的国度，即时我要用一个诚侪别人福气的教会做我的结论，来勉励所有的兄弟。诚侪别人福气的教会，我相信。伊是分享的教会，我嘛相信，诚侪别人福气的教会，伊是熬付出的教会。伊毋是干那一直想要安怎样得到，亲像彼得共款要求耶稣基督，我已经放下一切。我要得到什么？咱要诚侪别人的福气，的确爱付出
当然，上尾一项是不加重要。遮侪别人福气的教会，嘛是够奉献的教会。久长以来，咱足侪教会，尤其是对对关怀的事工有真好的见证。无论是对原住民小型教会的牧师的生活的补助，侪教会拢有即款的特别奉献，寄互咱的团福会来办赞吼，收入无济的偏远的教会的迄个，嘛有为着迄个退休的牧师，也是拄着足大病痛的牧师，也是家庭拄着困境的牧师，即款的奉献，嘛会当对咱的教会内底即款的疼惜。所以要诚做一个互别人福气的教会，有影嘛爱安怎样搞？奉献伫，毋是奉献伫家己，奉献需要的。为遐这分享、付出、奉献，这是要诚做别人福气的教会，也是要诚做别人的愿望的教会，有遮要紧的要求、遮条件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会当继续伫前辈、信仰前辈即款的基础顶面，会当伫咱150年的下线，互继续第2个150冬。祝福大家，做伙来祈祷。感谢主，愿用短短时间对你的话语顶面来勉励，来互相提醒。即时对你的信仰顶面，会当诚侪解答，会当诚侪帮助。你的疼，你的稳定，你的快乐，的确爱甲阮三个弟弟。对即时到你要来的时，愿会当安尼大声安尼喊。阮是你忠心的奴仆，阮要甲你做伙，伫你的国度内底做伙欢喜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做伙来读2遍。来，你若为着我的名放杀厝体，还是兄弟姊妹、老爸、老母、囝儿，还是田园，要得到100倍来承接因我。马太福音19章29节。你若为着我的名放杀厝体，还是兄弟姊妹、老爸、老母、囝儿，还是田野，来承接因我。马太福音19章29节。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46首，圣诗146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庄邦啊执事王文信牧执事、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，来吟奉献的诗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你成就耶稣大行福音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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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消息报告。第4点，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，特派司督达达牧师前来讲道请安，多谢牧师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第5点，今仔日礼拜后要举行全教会大饼扫。第6点，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参加。小组甲牧区的消息，少年团契定伫1月2日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，邀请蔡淑文长老分享，请客友参加义务午餐。请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用中集来订正。周间聚会甲下周信仰使用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内容。好，咱直接补充报告，就是咱的周少玉姊妹甲黄乃弟兄弟伫1月11号有得到一个查某囝，所以咱来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，嘛恭喜因。搁来第2项就是咱教会晚营即事，有每一年拢有设计即个春联吼，小小的春联，伊是为着建堂来设计安尼的春联，所以等下伫楼骹伫遐有，所以咱请兄弟来关心。好，即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互咱为着咱的教会的事工，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，互咱嘛为着台湾的状况，为着各地宣教师，互咱嘛为着住院的白长老娘、陈基雄长老、刘道明兄，吼，头拄仔嘛有接到消息，就是叶昭荣兄，吼，伊嘛伫入院的中间，咱恳求主会当来扶持照顾遮的兄弟姊妹。搁来，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雨婷、佑春姐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林随长老、明珠姐、阿卡姐、俊生兄、龚基姐、以礼素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，
互咱开喙，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。祝福阮伫这，欢迎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赏赐互阮你的保惠，会当洗净阮的罪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恳求你教示阮祈祷的功课。主，有时阮祈祷，阮遮还未看见的事的时，阮的心真软弱，我毋知影要安怎祈祷。恳求主教示阮，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要为着世界来祈祷，阮看见伫世界有真侪的战乱，也是遮个天灾在发生。主，恳求你的怜悯保守，互遮个灾难会当紧紧停止。主，互战争也会当所有的战争拢会当来停止。主，恳求你的怜悯，阮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固守阮的国家，帮助伊，互伊会当伫即个真飘摇的世代，会当有上帝你的看顾，也引带阮所有的同胞会当来认捌你，保守阮所有遮个真少数的基督徒，阮会当来传福音，将阮得到的好消息也来甲因分享。主，恳求你也保守伫各地宣教师，帮助遮个宣教师，互因所做的拢有效果。阮也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伫新的年度，阮又开始真侪新的事工，也恳求你保守祝福遮个同工，享受因快乐。阮也为着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也组织阮所有兄弟姊妹的心，互阮会当同心合意做伙来敲找主你的旨意。阮也要为着大院的兄弟来祈祷，阮要为着走廊乡来祈祷，为着白长老娘，为着陈其雄长老，为着道明乡来祈祷。恳求你保守遮兄弟姊妹，互因会当伫上帝你的怜悯的内面，体会上帝你的快乐。主也保守因厝内人，伫照顾、伫被陪伴的时，也互因有快乐、有信心、有勇壮的身躯。我也要为着侪伫厝里疗养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帮助、保守遮兄弟姊妹伫长期或者病痛的中间，享受互因有信心，也照着因所接受的治疗、复健，互因的身躯哪来哪勇行。阮将兄弟姊妹伫阮的未来一个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，互阮不但会当过好家己的事，阮也会当彼此关顾、彼此带导，阮也会当替上帝国的事工来祈祷，无论是教会还是总会遮事工，主恳求你拢保守，互阮诚做是一个祈祷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来念圣诗387首，圣诗387首，念诗后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